生日過嚟，好靚噶。楠楠有啦，佢又有啊，你試下，好靚啊！阿長仔哥哥整噶，taste so good，taste very good 係嘛？得唔得？難唔難搞？自製檸檬茶。係啊。哦，咁啊，用茶撈埋再打啊。係啊。你有嗰隻打碎嗰隻嘢咩？有。啊。媽咪買翻俾你嘅。哇，咁多啲架撐嘅，用手打係咩？係先打碎咧，你淋加啲落。加少少啊？係啊。唔會酸嘅，我唔怕酸嘅。早知叫你唔好加糖。哦，呢個打嘅平時用係嘛？不過依家唔使啦，少少地。唉，長仔啲特製嘢啊，試下先，試試佢嗱，手打檸檬茶，哈，犀利啊！啊，可以啊，幾好，唔係好甜，少少糖啫係嘛？係就加啲啲。嗯，啱啊，幾好，我覺得可以，可以。自己種嘅檸檬，就自己打嘅檸檬茶，哈，犀利啊！生日試下，生日過嚟，好靚噶。楠楠有啦，佢又有啊，你試下，好靚啊！阿長仔哥哥整噶。唉嗱，生日好少中意飲人哋啲嘢喎，就係中意飲長仔哥哥整嘅喎。楠楠又飲噶。長仔哥哥啲撚手嘢，誒飲多啲啊，過嚟啊！三叔啲綠植咁犀利嘅，我啲生態池喎呢個嚇，生態池，哇呢啲唔係番薯啊，番薯藤咩？唔係喎，啲爬藤喎，有燈有夜燈嘅喎，冇魚嘅好似，你要黑掹掹，哦有啊有啊有。黑掹掹都睇唔到咁樣，唉，爬上去嗰邊啊，嗰個嘢咯。木瓜，喂，咁樣斬啊，佢冇果噶咯，係嘛？以前結過晒果莧，佢冇一菇咧咁咪剪嘅。哦，咁樣剪啊，冇果噶啦可能。未試過，睇試下先。嗱，嗰棵有，係嘛？嗰棵啊第一次長㗎嘛，野生嘅。它也不是很出來哦，哎。嗱，出，啊，來了。他不想吃就不出呗。哎，咋是這樣呢？Can you carry 它？還是這樣的？哦。Can you carry 它？要be a friend 啊，係咪 ？friend。這個黃色的吃我的東西，它不會咬人啊。不咬人啊，它吃你，它就以為你是朋友啦，不咬。他就以為你是好人。嗯。看吧，握手。嗯，睇下先，睇下邊隻最唔惡先。它來不來我那裡啊？不來。哇，這個想咬我啊？不是，它一點點呢。那不是，它沒有咬你 ，only 的咬你。它這樣用個嘴巴。我說 only 的黃色的咬你。哦，黃色啊。那它 only person 它不咬人 is 它的 owner。哦，它的主人。